係大家好啊！今日點解特登嚟到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呢？事緣就係大家都知啦，黃巴士喺嚟緊新皇崗口岸落成之後呢，將會結束佢嘅歷史任務。今日就趁機同大家拍下片，記錄低黃巴士最後嘅服務身影，俾大家趁最後機會再睇下佢係點㗎啦。黃巴士服務係由1997年3月20號起開始正式投入運作，不過早期呢，佢唔係24小時服務嘅，佢淨係由日間做到夜晚嘅啫。咁同一般嘅專利巴士日間路線嘅時間呢係差唔多嘅。不過去到03年之後呢，呢條線就正式轉變成為24小時服務。係，你有冇聽錯？係24小時服務，係香港少數係24小時服務嘅跨境巴士服務嚟嘅。而佢兩邊嘅總站呢，咁多年嚟都係始終如一嘅。喺香港呢邊一直都係喺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呢一度做總站，而喺深圳嗰邊呢，一直都係皇崗口岸做總站。早年甚至乎係可以經過落馬洲管制站過咗之後呢，直接去到深圳嗰邊嘅皇崗口岸先至完全落晒客嘅。咁反之亦然嘅啫，都係。唔知來回兩個總站咁多年嚟都係始終如一，連價錢咁多年嚟都係始終如一，劃一都係只係收你10蚊嘅啫。唔信你睇下。不過呢條路線唔係一直以嚟都係24小時服務嘅喎，中間都曾經試過停運添㗎。係咩時候呢？冇錯啦，你記憶猶新應該記得㗎，就係 COVID 嗰段時間。由2020年嗰陣時開始，由於封關嘅關係，黃巴士係一路停運咗3年時間，直到2023年嘅2月度，先至開始陸續隨住通關而重新投入服務。而初期因為基於人流未必咁多，以及通關嘅時間可能都需要啲時間關係呢，呢條路線最初呢唔係去到5至10分鐘一班嘅，係要半個鐘頭先至一班。隨住通關嘅人流越嚟越多呢，先至慢慢恢復翻到5至10分鐘，不過都會有所調整嘅。縱使如此啦，隨住香港越嚟越多嘅口岸逐投入運作，例如蓮塘香口岸啦、高鐵啦，仲有其他林林種種嘅過境方法越嚟越多啦，咁黃巴士嘅客量呢亦都開始下跌。好似以前咁樣呢，係可能多到呢，係要喺呢邊識幾個入口地區，俾人排晒隊、打晒蛇餅先可以上到車㗎。呢度幾多個區嘅入口，大話都有5、6個咁多。咁你可想而知，以前呢條線嘅客量有幾咁高啦。但而家呢啲地方呢，睇怕都唔係太常有機會要用到咁多地方俾人哋打晒蛇餅排隊啦。咁黃巴士係用乜嘢車型去運作服務嘅呢？大家見到啦，而家喺埋邊嗰架呢，就係 Volvo B7 RLE， 右邊呢架呢，就係 MAN 嚟嘅。不過呢，佢當然就唔知用咁少嘅車型啦。最初期呢，係用 Dennis Dark 嘅巴士去運作嘅，咁而家都有一定少少嘅 Dennis Dark 係用過皇崗嗰啲車嗰啲呢，係俾人保留咗嘅。咁亦都曾經有用過 Scania 嘅單層巴士啦，亦都用過另一種嘅 Volvo B7 RLE 嘅。冇錯啊，唔係大家見到而家呢隻嗰種啊，再以前仲有另一隻 Volvo B7 RLE 㗎。不過嗰種呢就好早已退咗役㗎啦，同而家呢一隻後期去運作相比呢，都隔咗都好一段時間㗎啦已經。而家大家見到呢一隻 Volvo B7 RLE 咧，其實喺九巴嗰邊2手運過嚟，甚至乎係3手添，因為曾經都做過陽光巴士喺馬灣嗰邊嘅服務嘅。而佢哋甚至乎呢，雖然剩翻唔係好多時間，但仍然呢係特登等呢批 B7 RLE 呢上翻黃巴士應有嘅色彩，呢隻黃色啦，同埋左右邊嘅傳統嘅拉繩啦，都係有晒嘅。而且唔止單層巴士喎，佢哋甚至乎有機會出現雙層巴士㗎。你冇聽錯，係有機會出現雙層巴士嘅。喺客量比較高峰、過關比較多人嘅時候呢，甚至乎係會借咗陽光巴士嘅雙層巴士去支援服務嘅。例如 Scania K310UD 同埋 WageDeck 嘅雙層巴士嚟到呢一度去支援佢嘅服務。不過呢，佢哋行走嘅範圍呢，淨係去到馬洲管制站呢就完㗎啦。咁講到黃巴士係24小時服務啊，咁即係話夜晚嘅時候，通宵期間係會有通宵巴士俾黃巴士去接駁翻出去嘅。咁係邊條線？就係而家大家見到 N73啊。當然而家拍緊係日間佢未服務啊。而呢條線流往邊一度呢？就係流往落馬洲同埋沙田市中心嘅。不過呢，以前呢就唔係 N73 接駁出去嘅，而係有一條線叫 N76 來往落馬洲同埋上水嗰邊嘅。而嗰條 N76 呢，同黃巴士係一樣呢，係一個站
都冇分站嘅，係直接來回兩個總站，所以咧係相當快捷嘅。不過因為後來同 N270合併咗咧，就而家條 N73號巴士路線，咁即係話可以直接喺黃巴士坐到嚟呢度之後咧，就可以再轉車出翻去市區地帶，就或者叫做人流多啲嘅新市鎮咁樣啦，再接駁翻其他車出翻市區咁樣咯。不過根據運輸署嘅建議咧，係提議 N73喺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咧，直接延長埋去嗰度。換句話講，即係話將來亦都唔會再有特別嘅路線來往皇崗同埋落馬洲呢一度，冇咁點對點，係直接拉入去嗰邊，即係話喺皇崗過完關入翻嚟香港之後咧，直接可以坐車出翻去市區嗰邊㗎啦。亦即係話 N73將會大幅度取代咗黃巴士嘅角色。直接拍攝呢一刻為止呢，我哋暫時仲未知道黃巴士正式停運嘅日子係幾時，亦即係話我哋仲未知道新皇崗口岸係幾時先正式啟用嘅。咁不過由於嗰邊其實睇翻新聞都知道啦，嗰邊其實已經起得七七八八，好多嘅相關嘅工序啦、程序啦，其實亦都差唔多已經做好晒，即係話呢，一日亦都唔會遠得去邊嘅啫，預計都係今年之內就會發生㗎啦。咁亦即係話，一定喺今年之內咧，大家就會同黃巴士正式告別啦。所以如果各位巴士迷或者朋友，你哋有興趣想目睹下黃巴士最後嘅風采嘅話咧，就真係趁早，無論想影相又好，坐翻轉又好，都真係要趁早啦。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先啦。咁完之前我都會俾一啲我影過黃巴士嘅相俾大家睇下嘅。好，今日喺度去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